观众朋友，大家好，收看8月26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受到西南风影响，今仔日高雄、台南拢有咧落大水雨，一寡所在也传出淹水灾情。菲律宾佮检出一个对台湾来说是无症状的感染者，相关的接触者也等咧调查。 观光局的安心旅游补助预算有39亿，却因为国内旅游断兴，恐惊9月初就用尽。今仔日规日高雄拢伫落大雨，其中公山的山区雨水量上介济，也超过300毫米。毋但安尼，真侪所在也拢有淹水灾情。伫咧市区内面的轻便铁路也因为积水超过3公分，透早11点就宣布讲全线停驶，一直到下晡3点才恢复通车。 高雄的雨势落月里，唔讨色的垃圾水伫咧街区的所在，正做一个水池啊。因为这打过路，这个路上真细致的看多摆撩水来过。日落透早，高雄因为热对流的影响，转来上大雨，真侪地区拢受连续传出淹水的灾情。同款是公山区的本州工业区，网友伫咧上班的时间翕这个影片，民众赛车撩水的那就是伫咧水顶赛车的画面，而且有3座桥因为桥面积水转来封路。希望政府能够帮我们嘉兴里的里民，我们嘉兴里的社区解决水患的问题啊，就是每逢下大雨，我们社区就必淹水。 另外一个雨势正集中的陆地区，嘛因为积水一直变高，伫太平路262巷的暗坑嘛，紧急求封锁线禁止来通过。对啊，看他可不可以发动。哦。高雄规工拢伫落大雨，除了郊区的车路去防风起来以外，伫市区的人嘛受到阻碍。高雄烈雅区的路面因为雨水已经淹半个脸啊遐悬，民众的交通工具嘛险啊去互水淹掉。在北高雄、南高雄这边都有持续降雨，那目前。 灾情部分是有统计到大概19件左右，哦，那这个都属于比较低洼的地方了，而且冈山还有路埔这部分，其实上午到下午雨势都还蛮强大的。受到落雨影响的不只是轿车，就连高雄的轻电车嘛受到阻碍，因为路面积水超过3公分，为着避免影响用路人的安全，伫咧早起10点44分，高雄捷运宣布全线停驶，改换巴士来接送旅客。 下晡1点左右，部分路线开放，一直等到下晡3点才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增强影响，台南对26半暝啊开始落大水雨。台南水利局第25暗时8点也启动3级开设，过饭点到早起7点外，台南市今仔日规日的累积雨量也超过260毫米，在仁德区也传出淹水的灾情。 监视器画面翕到仁德保华宫头前的青蛙树，日落早起7点外向倒去，佮缀到边的车，而且好加在迄当阵车内底无人。那因为最近几天连续下雨的关系那不堪负荷，所以于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倒塌。伫咧台南，26半暝1点外，一直伫等雷公，过无偌久了后开始落雨。 连续短时间的强降雨，造成永康地区仁德东正路、椰林路出现淹水的状况，就连加油站嘛受到影响。昨天晚上就开始淹了，目前水淹多高啊？差不多最深50公分。来，我都来了。还有海浪啊！你看，已经淹第2次了。还有海浪啊！ 好加在挖进中岛的时阵，仁德东正路的加油站附近的淹水已经退啊，毋过仁德保安火车头附近的淡水地下道淹水的深度是要到3米，到今还未退。外水的那个3元溪的水门，因为它外水太高了，所以说会压住那个水门，所以说水抽不出去啊。 民众要出门上班，拄到真侪所在积水甲淹水，毋但真危险，而且风路嘛，互民众险啊迟到。真侪网友质疑市政府无宣布休困，拢走去市长黄伟綽，并且闹话。那我们也会依据中央的规定，如果降雨超过300毫米，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的话，造成这个上下班困扰的话，我们会适时的这个发布消息。 到下晡4点为止，台南累积雨量以永康区264.5毫米是上济。强降雨是一波接一波，民众出门时阵一定爱小心。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南高雄地区，拢因为即阵大水雨，四界拢伫淹水，就有即个天气的风险管理公司表示讲，主要是低压甲台湾砍掉咧，搁再加上西南风的水汽真高，才会造成即场雨水。气象局也表示讲，今仔日暗时8点了后，雨水会搁较猛，而且会落到拜五。南部地区、高雄、台南部分地区是单位公路大雨，真侪路段大淹水。8位风台已经离开啊，哪会阁走到风台尾？气象专家调出气象观测的路线图指出，虽然8位风台远离，不过台湾受到低气压影响，西南风夹到水汽，加热风环流产生复合作用，是造成南部大雨的主要原因。那由于8位台风的北上哦，它有牵动了整个低压带的这个水汽哦，特别是西南风的一个增强，跟我们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种陆风两种不同方向的一个空气块的一个符合，造成今天主要的一个降雨都集中在这个台南、高雄、屏东的一个沿海地区。气象局表示，由西南风增强，高雄地区出现局部的大水雨，而这波西南风影响台湾上严重时间是在27，已经在2日暗时8点开始来发动。大水雨有七作业，提供3点钟定量如雨有报。不过南部各地淹水，如雨却是无落伫水库。阿公店水库抽水量无到10%，三门水库抽水量大约31.5%，恐惊影响农业的灌水加民生工业供水。水利署表示，因为最近风台无定律，带来雨量有限，烦恼未来南部欠水。不过，中央气象局指出，菲律宾东海面上低压系统慢慢增强，发展出风台的机会是相当高。目前各国的模式都认为，倾向它会在周5、周6进入菲律宾近海以后，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之后，再以慢慢北上的方式移动。气象局表示，这个低压系统动向强度也有变数，因为爱观察。不过有气象专家讲，一旦形成是今年第9号风台梅沙，强度有可能比中度风台8位较强，有机会挑战今年以来上强的风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疫情的消息。菲律宾阁验出一个对台湾入境而且是无症状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个个案伫台湾以及着登到菲律宾的时阵，拢无出现症状。甲这位个案接触的有21个人，也有2个验出来是阴性的。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今仔日开始，甲南韩对中价感染风险国家名单来提调，恢复入境爱居家检疫14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接到菲律宾官方经由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对口单位通知，讲菲律宾检出一个对台湾入境的武汉肺炎阳性无症状个案，伊是一个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今年2月27来台湾工作，8月19对台湾出境登记菲律宾，伫机场入境时接受采检，8月2日检验结果是阳性。南国卫生单位已经初步掌握接触者总共21人。目前是有掌握了21位的密切接触者啊，那这21位里面，我们也都做了采检，只有2个核酸检测是阴性，那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都还在就是检验当中。而最近2礼拜，南韩疫情快速上升，指挥中心宣布，即日起，甲南韩对中价感染风险国家移除，恢复入境自主检疫14天。而斯里兰卡最近4礼拜疫情稳定下降，而且比例以境外移入占多数。即日起由中价风险国家调整为低风险国家，并且新增加诺鲁、东帝汶加摩里西斯总共3国。而中价感染风险国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加越南。韩国的疫情看起来新增的病例逐渐在增加，看起来是上升的一个趋势。那韩国本身也对于它境内的防疫相关的措施也都持续在紧缩中。因为国内疫情稳定，最近民众警戒心下降，指挥中心认为防疫新生活落实的情形无啥理想，所以讲列出8大类人较侪也是较密闭的场所，包括医疗、照护机构、大众运输、卖场、市集等。伫出入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也是会密切接触无特定对象时，一定爱挂喙安。必要时阵，地方政府加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依法会用裁罚。如果在觉得在当地它的管制必须有加强的必要，没有的话就要根据相关的规定予以处分。那但是呢，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公告跟规定，就要先报到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心强调，未来若是出现感染源不明、本土病例继续增加，而且牵涉多数县市也是场所时，会宣布全国性强制做法来阻断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
日前本地要公布的中华万人血清抗体检测研究，确定伫明仔载中昼就会公布。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伫今日也表示讲，政方单位的调查初步认定听数有问题，毋过无违法。也讲到研究者甲事实以及所发现的讲清楚就好。另外也针对到无公开就是看败言论，陈时中也讲，若准大家认为伤过政治化，伊也甲大家回实的。 如果大家觉得说这样的盖牌太过于政治性，那我在这里表达我的歉意哈。我只希望说资讯能够公开。原定拜日要公布，却是临时法庭的中华万人血清抗体检测研究，确定要在27拜四早起10点伫台北公布。我们所谓的万人同台审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有快速的同台审查，也可以有发表文章的同台审查。所以这个方式会有在学术界会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会用最快速的方式来达成这个任务。第6月开始，台湾公卫学院甲中华关卫生局合作，对着确诊个案，医护长照人员接触家庭进行万人血清的抗体检测研究。但秀熙教授讲，同行审查确实是报告然后公布的重要关键。不过，伊认同指挥官陈时中讲到看牌引发更加多争议，所以讲无搁再局限伫个较随学术气氛来谈论，而是以上紧的时间，服务性的方式对外公布成果。 前几天他们有交了一份基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些数目字给我。那我认为这不适合由我这边来讲，因为我对于他的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过程整个都不了解，规模、对象整个都没有，所以我还是呼吁有调查者自己把这事情讲清楚。 陈时中在疫情记者会表示，这代志无所谓的和解无和解。指挥中心对万人血清采检也有一寡有趣看法，也希望用成功，希望研究者家己公布。而对着全球疫情一直拖开，到即阵已经超过2384万人去活着。印度甲巴西疫情一直拖开，欧洲阁出现区域互相烧话情形。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提醒，若是按照这款的情形，8月底超过2500万人活着，85万人死亡。有5-9月中下旬活着人数可能超过300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国内旅游当然兴，不过就风声讲，观光局的安心旅游补助这39亿以上，可能9月初就用尽。旅行工会就向交通部申请，若准这个补助用尽，无要继续补助，可能旅行业会愈倒愈济劲。和平岛公园的听岛南，大家翕相留纪念。各路大爆发，连非假日拢有团客。 观光局自7月开始推出的安心旅游补助，39亿的预算，这2个月就已经用掉36亿，剩3亿，结果是经到9月初，已经发挥效果、恢复活力的，那预算用尽后，是不是还要加码？还是把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花在刀口，应该花在刀口上？交通部讲，这么全力甲行政院伫咧争取预算，严国行政院定调预算就要开伫咧重要的所在。 所以，请观光局模拟各种可能的情形。若是行政院同意搁再加钱，估计就要搁再开34亿，才能互补助经到10月底。若行政院无答应，交通部只个人盘点纾困预算内面会当成动行的部分，刷16亿，严格补助额度可能会求水，才能执行到10月底。第3种的方案就是，原有的预算用完就结束补助，严格旅行业可能会受到正大的冲击。 我已经接到客人，我要善后，我要怎么善后？第二个，我在还没有完成交易的这种团体之下，我要如何去跟客人解释？各地方的旅游工会伫早期发联合声明，向中央陈情，业者配合安心旅游政策出团，团费拢已经先答互游客。若是最后补助无啊，将会提前出现失业潮加倒闭潮，希望会当争取补助加码，互业者卖倒贴。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火车普悠玛去年有特别检查，也有找出6大缺失，也认为讲一旦开始一直保养修理，这个成本上过悬。代替内部就伫咧想讲，在安全未出问题情形之下，降低普悠玛的速度，车身卖摊起，防止转弯世界的时阵损害普悠玛的零件。普悠玛并且的案件列出重大安全的缺失。 去年代替普悠玛特检专案小组提出6个缺失，包括连接器断去、风盾外栓含烧、挡压尾气、车轮心温度伤悬，拢敢若会当靠加强收减换料来应用。一年以来已经开始用，
专家认为讲，普悠玛实际探起的角度比原厂设计的角度还佫较大，所以消磨了特别紧，规期评估暂停探起的功能。交通部证实，代替若完成测试，要提报交通部同意。那到底倾斜的列车在安全跟效率上面取舍我们必须在看过台铁的分析之后我们的专家来加以检视。代替发声明，普悠玛先暂停探起的功能。涉及行车安全、运转调度、维修保养等等的问题，要进行综合性评估分析。目前正在进行内部的评估甲测试。那普悠玛西湾无要探起，车速度会较慢。台北到花莲恐惊都要加坐20分钟的车。假如说没有那个替代方案还是要降速。那我不如买莒光号，对啊，因为价钱差了可能2倍，可是时间可能差不多。想要好保养，然后我也想要达到一定的服务品质的这个条件，那在这个基础上看来，品质列车因为它结构其实比较复杂，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代替强调讲，针对普悠玛加强修检了后，为去年10月份到达，无发生甲这6个缺失相关故障的情形。不过，这是要付出真侪保养的成本。针对车设计不良等等的缺失，会持续要求合约商、日商自有公司，甲伊下底的包商来改善，而且以合约来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海巡署中部分署接到情资，昨伫台中港18号码头查到西子山这个大东轮，船顶有13卡货柜，内面底超过1万箱的糟薯粉，初步估计一寡粉的市价超过新台币5亿。这只大东轮用主机故障做理由申请要入港检修，不过巡查人又按当地拍开这个箱仔检货，却发现糟薯粉清点了后有11000多箱，超过550万包的糟薯粉。这个嫌犯也依照着违反分酒管理法移送侦办。有一位捌派驻多米尼肯的调查局外事站圣诞的副主任，去互指控讲，伊伫自残了后硬甲查某同事针。经过调查局的性评会了后，也先甲这位官员调离开主管的职务。也若敢有人甲骗术的部分，也是搁爱调查。真侪台湾的调查员甲真侪多米尼加的警方做伙冲入去机房查缉诈骗集团。这是台湾甲多米尼加2017年头一届的司法合作查到下境诈骗的机房，其中一个办案的大功臣就是伊。相片内底这个人，伊是调查局前外事站社团的副主任，毋过说传出拿像性骚扰女同事，法务部长表示绝对严格处理。我们对于执法人员，包括调查官，包括检察官。还有其他的司法人员都要谨言慎行。社大调查官已经结婚，有外籍专长，家己学西班牙语，捌派去南美洲多米尼加担任法务秘书真侪年，即马甲性骚扰有关系。伊去用指控伫7月2日的餐会啉酒了后，对女调查官学白来，涉嫌性骚扰，而且调查局第一时间已经介入调查，嘛甲伊调离开主管的职务，转任专员。变成调查专员嘛，他本来是副主任，拔掉主管职务嘛，调离那个外事站啊。调查局表示，已经调开局内性评会甲科技会来处理。若是性骚扰敢是事实，就要等待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社有一个地主甲空地啊租互人，本地是要放放冷气线路一寡器材，想袂到毋是放材料，颠倒是放一寡装潢的废弃物。地主也烦恼讲，环保局会甲伊开罚单，就先开20万，请人来甲伊物件清掉。环保局也表示讲，会进入调查，处罚真正乱放废弃物的人。这拢是事业废弃物啊！对啊，这人跳毒的啊，拆毒的啊。客车载一地装潢了要合家的物件。互地主是头壳摸咧烧。台北市社岛的一个地主，今年6月15，甲60平的空地啊，以1个月15000的租金租予一个姓潘的男性，用来放空调的器材。毋过地主去巡了后，发现讲土地煞互人放真侪废弃物，还佫去互卫生局掌着，只好开20万请人清掉。半个月伊就塞很水来啊，溢水来，垃圾一直来啊，那个装潢的东西啊，环保会抓啊，对啊。这抓到你，这空拍案罪啊！你面抓到你，罚你啊，落晒刑务啊！社岛毋但一个地主受害，附近250平的空地，嘛去互姓潘的男性用共一个手炉煮去，偷偷载大量的事业废弃物进来。地主开40万家己移除，煞引起议员的关心。即期讲这是环保加抓上新的手段，世界用真悬的价值讲收废弃物，再搁租土地违法迄伫遐。
或者地主未输是下到食苦瓜，有苦无地讲。目前包括霞岛、文山拢传出类似的案件。针对这点，台北市环保局表示，目前还搁咧了解是个案还是通案。若照废弃物处理法，会当处6万至30万的罚金。对峙废弃物的部分，通常我们是会先针对行为人来做一个行政处分。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案件，有关涉及诈欺的部分哦，那个本所厘清之后，就会依规定受理侦办。警方表示，已经接到地主报案，目前对感受到诈欺的方向来侦办。环保局表示，霞岛1年来出现2件乌白顶废弃物的案件，呼吁地主在租土地予人的时阵，除了签约保障家己的权益以外，嘛要提高警觉，避免去有心人来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南韩的疫情是又搁拖翻头，2日又搁增加320人确诊。不过，因的医师协会说是不满政府对医学生、医学系学生扩大招生，而且要搁新设公立病院。医生团体就甲政府谈判，不过这双方是讲袂好势，医生团体就发起3天的罢工行动。不过，南韩政府也是无咧容忍，要求医生就要登去看诊，若无就要甲因处罚。南韩医师协会甲大韩实习医师协会2日坚持举办第2阶段连续3天的罢诊行动，抗议政府的医疗改革。目前是南韩新冠病毒疫情急速增加的时期，必须南韩政府下令修理、禁止到仁川市等等首都圈95间病院医生甲实习医生，2日早起8点要随登去做工课所在，若是无正当理由的违反者，会当互判刑3年以下，也是罚款3000万的韩元，超74万的新台票，或者是讲暂时吊销医师的资格。 전공의 전임의분들은 즉시 환자를 진료하는 업무에 복귀하여 주시기 바라며 만약 업무에 복귀하지 않아 진료에 공백이 발생하고 이로 인해 환자에게 피해가 생긴다면 법과 원칙에 따라 엄정 대응해 나갈 것입니다. 南韩阁新增加320例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伫24到25了后，阁一改超过300例，其中有307例是本土案例，而且愈来愈侪确诊病例无法度追查感染源。南韩政府顶礼拜已经下令，甲全国的海沙堡关起来，以防民众群聚。不过，济州岛的海沙堡过段间也是出现真侪来耍水的民众，嘛互疫情伫咧全国拖开危机，提悬真大的幅度。 문제 안 된다고 생각했냐면은 이게 뭐 물론 바닷가에 노는 것도 중요하긴 한데 해변을 오는 이유 한 중에 하나가 바다를 보는 것도 하나의 그 재미가 있거든요. 若是针对医界经伫这时阵的罢诊行动，韩联社指出，南韩政府计划伫西元2022年开始的未来10年，扩大来招医学院的学生，而且增加公立医学院来提升医疗服务。不过有13万会员的大韩医生协会认为讲，扩大招生敢若会互医生之间的竞争更较激烈，无法度解决医疗城乡差距的问题。强调讲，医生需要的是提高薪水，毋是增加医护人员。 南韩嘉庆的实习医生伫咧8月初7已经举办过1天的全国大罢诊，顶礼拜嘛开始无定期的罢诊。南韩健保社福部嘛会整合医疗机构的急诊室甲重症患者的病房来检查医生敢是登去做工课啊。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武汉肺炎也改变着社会形态，伫日本就发生校园内面的疫情霸凌事件，连素食业者 KFC 也因为防疫政策，甲叫人客食煎鸡肉，食了就爱装手指怎样口好先暂停使用。 除了疫情欺负，也有素食餐饮业者肯德基，因为64年来拢无改变的广告标语，好食甲一直钱砖头啊！在疫情爆发了后，互大众认为可能造成疫情扩大，至少150份投诉到英国广告标准局，也互肯德基决定停用这个标语，也制作广告爱观众暂时忽视这句广告。疫情改变社会现象，也有检查试剂缺失问题。 瑞典公共卫生局在当地2号宣布，中国华大基因公司制作的病毒检查试剂出问题，造成3月到8月中间进行特殊检测的3700人被误判确诊。这种试剂对着症状真轻也是无症状的人，可能出现误判。因为这种检查试剂已经在全球流通，瑞典当局已经通报世卫组织，并且收证官方的确诊数字。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美国的种族问题，又搁加一阵风波，是有一位非洲血统的查甫人，本地是要共做公亲，警察说甲伊开枪压制，到单还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这件代志也引起民众抗议，当地政府也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阁发生警方执法过动的争议。威斯康星州一个非裔的男性布莱克，23替别人做公亲，警方赶到现场了后，因为布莱克无咧插警方的指挥，当要坐入去车底的时阵，去后壁的警察连续开7枪，现场的民众甲影片翕落来，全美国是拢真生气。因那布莱克的律师团队表示，伊可能会一世人半身不遂。But the medical diagnosis right now is that he is paralyzed. It is going to take a miracle for Jacob Blake Jr. to ever walk again. 布莱克的亲人嘛出面怨叹讲，因后生的性命无去互重视。They shot my son 7 times. 7 times. Like he didn't matter. But my son matters. He's a human being and he matters. I am talking to everyone. White, black, Japanese, Chinese, red, brown. No one is superior to the other. 因为今年5月份，明尼苏达州才发生非裔的男性弗洛伊德去互警察吹颔棍死亡的事件，引发大规模的抗争。这个布莱克的事件，搁一个引起大众对种族歧视、甲警方执法过动的讨论。发生代志的基诺沙市中心动乱进入第3暗，几啊百人无管宵禁去街路抗议，武装的警察对示威者发射催泪ga斯，那示威者嘛向警方牵烟火甲干仔反击。威斯康星州州长艾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表示会部署搁较侪国民兵，要掠趁乱吵吵的时阵，抢劫或者是放火的歹人，像这间开30年的电脑专卖店，都去用抢了了。Oh my God! Nobody deserves this. This accomplishes nothing. Okay, this is not justice that they're looking for. This is destroying things. 布莱克的老母茱莉亚嘛出面呼吁，抗争唔通演变做暴力的迫害行动，若无就算因后生知影，也袂欢喜。记者综合报道。在咧世界上，唔但有武汉肺炎，也有天灾地变。在印度西部的马哈德，有一栋5层楼煞向倒去，造成13人死亡。另外，在美国西花都了有森林野火，造成救援人员亡生以外，在南部也出现2个热带气暴，也有已经一个是变做是风台啊。顺落机飞伫真高的云甲乱流内底，配合气象卫星的观测，追踪热带风暴的最新动态。画面上正平的是进前侵袭加勒比海几个岛国的热带风暴罗拉，正直接对美国南部海岸而去。倒边的是马克，正沿着墨西哥向北移动，包含美国德州甲路易斯安那州大多市正由政府引导民众避难到安全的所在。威力较强的罗拉已经在台湾时间26早起升级为风台，过去几天来，罗拉所到所在拢是种淹水甲土石流造成的情形。美联社统计显示，灾情上严重的海地甲多名尼者，总共50人伫罗拉造成的灾情下来死亡。而美国南部正严防风台侵袭，西北边的奥勒冈州是不明原因的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野火，烧掉的面积已经扩大到490多公顷。这阵野火也无造成人员伤亡，导火原因也等待调查。不过现场却是传来不幸的消息，那就是参加拍火一架直升机落来，飞行员因此来不幸死亡。On behalf of the U.S. Forest Service, we convey our deepest sympathies to the family, the incident management team, firefighters, friends, and emergency responders that were involved in this. 镜头来到南亚印度西部小镇马哈德，搜救人员在救援到的印度的，在一大片的庄仔内底，伫咧找罹难者遗体以及可能的生还者。外电引用当地警方消息讲，印度时间20暗时7点左右，一栋5层楼高的楼仔厝就安尼倒来，47户人家上百位民众掉伫内底，即阵已经有70多人救出来，其中18人伤势严重，赶紧送病院，另外还有至少13人罹难。记者综合报道。电视的金钟奖今仔日公布入围名单，公共电视所出品的戏出也有真侪出，也拢有入围。另外，今年的终身贡献奖是颁发予资深演员林义雄，甲已经过身的歌戏演员萧凤仙。你总是不知不觉
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爱情戏佮结合推理的剧情，这出《想见你》是今年真情的剧之一，还有描写女性成长佮社会价值观之间的连接，小女用仙记嘛得到真侪回应。我能够做什么？第55届金钟奖入围的名单公布，包括《想见你》、《像是被害者》、《小女用仙记》佮《追梦者》等等真情的戏，拢入围真侪项大奖。个人奖项曾凯芬、柯光汉等等5个人要来拼最佳男主角，天心、关嘉燕等等5个人要来拼最佳女主角。若是伫咧迷你剧集的奖项，《小女用仙记》佮出现大势女主角，要来互相竞争的状况。那我觉得这2年其实我们一直在打破一个迷思，只要你好。你在这里头都会被看到，真的，因为 OTT 平台进来之后，很多的制作或者是类型都变得更多元，也做得更成熟。然后今年大爆发的戏有好几个，在这个过程中，各自都有纠结的。柯有玲指出，伫咧 OTT 平台加入市场竞争了后，无论资金、题材、演员，拢互大家的水准提悬真济。回归到比赛，爱看每一个高校的细节，啥物人较特别？若是今年的综艺类奖项，综艺节目甲议题甲实境节目的主持人奖，拢减少入围的名额。柯有玲表示，这嘛凸显出综艺发展的困境，嘛希望讲会当互电视台思考要怎样改善。他的这个为人处事啊，还有对这个敬业的精神呢，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尤其给后辈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他毕生呢把自己的贡献给这个台湾电视的这个所谓歌仔戏啊，他对一些后进的提携啊是功不可没。若是今年的终身贡献奖是颁发予资深演员林奇雄，还有已经过身的歌戏演员萧凤仙。到底啥物人会得奖？9月26就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公视台语台所制作的节目也有入围金钟奖，包括着魔术坐把术、画山画水画玲珑，也佫有综艺节目专家有智慧。这唔但代表讲观众朋友对阮的喜爱，也代表讲阮的制作受到专业的肯定。上山落海，体验台湾，认捌台湾的水。我免讲话，你看，我迄啥都知啊。即马啥物感觉？走山真正是足幸福的一件代志啦。主持人外派的主持风格，带民众坐把术游台湾。由公视台语台制作的魔术坐把术入围第55届生活风格节目奖。除了外景节目，和民众做伙趣味讨论台语的画山、画水、画玲珑，也入围综艺节目奖。当天气心情如烟，天地树起调。铁地树对啊，讲嘛对啊。啊，铁地树咪铁地树，还是金正树？树甲树拢会使啊。另外，用台语吉他卡拼奖金的专家有智慧，更加入围2个奖。安那用味精味来做句，来请手打。专家有智慧，甲台湾新眼界节目真精彩。味精味吼，就是真侪人就伫遐等咧看。安尼讲敢袂当？会使。今年公视台语台总共3个节目入围4个奖，颁奖典礼将会伫9月26伫国父纪念馆举办。台语台未来嘛继续制作有1个节目，伫推广台语的路，和大家行斗阵。记者杨淑晴、张玉水综合报道。讲到中国解放军最近拢伫咧进行大规模的演习，中国国防部自5搁再发布一个消息，讲有1台美军的优质高空侦察机走入去解放军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的禁备区内，是批评美国故意是来惹事成端，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误会，造成意外。另外，伫咱的防空识别区西南角，也是头一摆一日当中有美国、中国、台湾的无人机出现伫遐。中国解放军最近一直有演习，而是开始伫咧北海、南海、东海到黄海4大海域做大型的实弹演练。中国国防部25指出，有1只美军优异的高空侦察机走去解放军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备区活动。针对这点，中国是坚持反对，而且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吴谦批评讲，这显然就是起诉的行为，严重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严重违反中美海空安全行为准则及相关国际惯例，极易引发误解、误判，甚至造成海空意外事件，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优质侦察机是洛克希德公司研发的一个侦察机，外号叫做高粱夫人。
1956年使用到今，是美国空军一种单座单发动机的高空侦察机。不过，美军是安怎无使用无人侦察机，颠倒是使用几啊架去互中国拍落来的机型？学者分析，可能是要考验北京战略的定义。战场侦察机的密集，而且全军种到齐。这个美国已经在做反制中共威胁这个讯号，而且已经是完整的准备的一个状况。我想就是中共要谨慎以对的。美中的军情是真紧张。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顶一日以5角大厦已经准备好对抗中国来做题目，投稿予媒体，内容呼吁各国要谨慎思考任何甲中国的来往。针对这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反击。中方发布的蓬佩奥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这其中大量事实和数据都足以戳穿粉碎所谓中国威胁的谎言和谬论。在咧南海情势在压悬的情形之下，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边是一直有活动。2月出现一架美国陆军的挑战者650侦察机，也若解放军是出动空警500型警示，甲指挥控制机。另外，台湾汉翔公司阁有一架侦测风态气流的喷射机出现，正做迄个区域头一摆出现美中台飞行机伫遐飞。2日，解放军阁伫咧南海进行反舰弹道飞弹的试射，美军嘛出动追踪导弹 RC-135S 侦察机侦搜。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警方今仔日阁出动阵势去抓人，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林道定甲柯志峰是去互指控涉嫌去年反送中运动的屯门公园事件，以及着参加着721暴动。香港警察透早就亲门大户去甲伊掠走。不过林道定捌是暴动的被害者，香港民主党也批评讲，香港政府是甲白白捏到补，甚至是抬价架构。拘捕我乜嘢？2日早起6點，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道定的門卡口，有一名香港警察提搜查令講，林道定涉嫌去年反送中運動的屯門公園的事件，還有參加721暴動，要甲伊拘捕到案。林道定無開門的回應，以表達嚴正的抗議，認為香港警察已經變做政治工具。真係荒謬到咁啊！香港而家。了後，林道定面冊發文講開始去互掠，另外一個民主黨議員柯志峰嘛去互掠起來。呢兩個檢控嘅本身呢係好清晰，係特區政府呢係指鹿為馬。對於議員喺個工作過程裏邊所擔任嘅係調停、排難解紛嘅責任呢，係完全以一種顛倒是非嘅做法。歐志偉表示，林道定是721暴動當中嘅被害者甲原告，指控香港政府根本就是想要顛倒是非。去年7月2日暗時，元朗出現真濟白衣人，伫咧西鐵站附近提武器來拍行人，了後佫衝入去月台，伫咧車廂攻擊乘客。香港媒體調出迄當陣的畫面，還原東港穿烏衫的林道定伫咧暴動了後，才到地鐵站視察民眾的傷了後，伊佫去互白衣人拍甲喙角流血。了後林道定一直追蹤這個案件，佫捌以受害者身份提供線索，佫得到警方的感謝批。香港警察下晡召開記者會，定義721暴動是無共派別對峙嘅事件，紅獵係另外一派嘅人。咁有咧喺度交代2單案件，係總共拉咗16人嘅。我要咁講咧，正義咧可能會遲來，但係唔缺席。若是去用翕到捌甲白衣人握手嘅建制派議員，何君堯是開記者會訛到香港警察嘅行為，而且批評民主派是爛肉，應該去用訛掉。記者綜合報道。台灣甲美國伫今日共同發表5G 宣言，強調為着要推動5G 生態健全，就一定愛做特定的審查甲查明。雖然雙方攏無甲話講明，不過美國的5G 網絡計劃來看，因要禁止的就是中國華為。5G 是未來通信發展的趨勢，台美最近的合作真密。日後由 AIT 處長李英傑甲外交部長吳釗燮發表台美5G 共同宣言，宣言有說4大重點，強調講為着要推動5G 生態健全，謹慎評估時陣應該立即去感受到外國政府的控制，資金甲所有權監視透明，監視有法度體現創新承諾，也閣有尊重智慧財產權。We believe that it is critical to transition from untrusted network hardware and software suppliers in existing networks to trusted ones through regular life cycle replacements. Such efforts will not only improve our respective security,
but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private sector innovators to succeed under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and benefit our respective digital economies. 美国国务院7月底，甲中华电信、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亚太电信、台湾之星等等5间台湾电信业立即去由美国主导的5G 清气网络。所谓的清气网络，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份所讲的，会当信赖电信设备，而且佫特别点名，袂当经过袂当信赖供应商，譬如讲华为甲中兴。今年欧洲各国封杀华为清气网络的目标真明显。在部件5G 的治安考量上，我们也达成超前部署。 完全排除具有治安疑虑的软硬体设备和服务，有这样的预先准备，我们可以很有自信地说，台湾是各国推动治安合作的最佳伙伴。台美双方对5G的宣言，敢是针对华为来的，拢无确定的回应。宣言嘛是强调共同发展适合的标准，遵照布拉格提案，台湾是各国推动治安的特别共伴。 啊，若是电信业者是认为讲，虽然 NCC 的相关规定无写讲袂当用华为，啊，毋过官方认证排除中国厂商，政府对5G的态度已经真确定。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2日发生一只台湾米狗的狗囝，好亲像为着要等游客家饲，却互车弄死意外。玉山公园国家管理处表示，这只狗妈妈已经把狗囝的尸体抱条条，已经抱4、5天啊，也呼吁游客卖饲物件，若无是会依法罚3000块。这只狗母发现狗仔囝倒伫咧车道顶悬，尾手狗母把狗仔囝的尸体带去路边。 玉山国家公园发现台湾高山啊死伫路林的事件，疑似是狗仔囝为着等人类甲饲，走去车路，结果煞去互车弄死。根据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观察，从2日代志发生了后，狗母就一直甲狗仔囝的尸体摸条条，至少已经有5天4暝啊。在塔塔加油气区的这个13管制站前，在8月21号，就是上个礼拜5发生了这个小猕猴的一个落杀事件。那 在当下，我们受到通报之后，就马上去了解。那猕猴妈妈就是抱着小猕猴就离开，然后在路边活动。他大概抱了多久都不放？从21号到现在已经5天了。有学者根据影像的内容来研判，狗仔囝差不多是1岁至2岁。狗是群体的动物，所以狗母摸狗仔囝的尸体对大家咧盘旋。学者指出，其实这几年嘛有观察到云林县拿来乡第3线。 发生过台湾高山仔死伫路林的事件，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甲高山仔活动的冷血有顶塔，佫会甲饲食的去引这的狗挖进车路。当这些猴子它会被吸引到这些人所使用的路面道路上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承受比较高的这些人的活动的造成的死亡的风险，譬如说路杀。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要有游客为车底等食的物件互高山仔，造成高山仔会甲车甲食的物件做连结。最近已经加强劝导民众，唔通摕食的物件甲饲。若是经过劝导唔听，会以国家公园法裁罚3000块。记者综合报道。 搁在一个外月，就是中秋啊，有风声讲，今年日本甲台湾的扇肉渔获量减少，只有去年的1成左右。不过，台湾区的远洋游渔船工会雪飞会讲，今年的鱼季比去年较晚，正开始估计未免伤过早。 秋冬时扇肉大出的时阵，往年差不多这个时期，全台扇肉渔获量上大的高雄前定渔港，就下下一箱搁一箱的扇肉。不过今年来到这打头，却是无看到扇肉。当地卖鱼人也讲，扇肉渔获量也未入港。 通常是这个时间已经会陆陆续续有一些进来，运输船会运送回来的啊，本船还在那边捕捞，可是现在今年好像都还没有看到东西进来啊。今年鱼少了，拢少了，无船啊未当入来，你就无法度啊啦。 外团今年这时期的扇肉渔获量比去年同期减少大约9成。台湾区远洋流渔船工会讲，今年受疫情影响，顶半年渔船结束掠鱼，返来港口了后，也减约14天才发到社会。因搁再出港已经是6个下旬，比去年慢了只要1个月。就连这个渔获量会比去年同期较少。 上周7天的渔获量大概是80吨，那这3天的话有130吨，几乎快要就是 double 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对于就是说，秋刀鱼的这个目前的状况会越来越好，还有看好的这样子。
工会也表示，因应中秋航班需求，一般在运头一批3百鱼货运搬船会在中秋进前入港，上紧大概9月中就消息。加上鱼柜上紧嘛要在1月中才结束。针对今年3百鱼货量，最有测也上早，应继续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合欢山的暗空公园本地伫沿风平台甲停车场有按25%较矮路顶，是还未开始使用。不过，这个月25甲专业单位经过讨论了后，决定要拆掉。南投县政府伫今仔早起也派人去甲路顶拆掉，互暗空公园袂再受到光线搅扰。就算落到31号，山区大雾真高，工人也是赶紧拆除合欢山远峰停车场甲平台25%顶。合欢山对2600公尺的远峰，一直到合欢山的小风口，拢是暗空公园的范围。南投县府投入将近6000万来执行暗空公园的环境营造计划。不过25%顶实在是挖伤挖，角度伤悬，光度也超过标准，暗空反倒当变真光。南投县观光处甲天文喜爱者以及专业单位会商了后，26赶紧拆除定估。这样子的亮度太亮，会影响我们观星的品质。那我们研议之后呢，目前是请厂商全部撤除。专家来讲，他们是希望任何的灯光都不要。南投县观光处讲，安怎兼顾游客安全甲暗空公园的观星品质，也伫找两者兼顾的方案。天文观测团体是指出，远峰是国内唯一提供专业天文观测专区的场所，观测光源才法度符合国际暗天协会 IDA 暗空公园标准。过去20年来，通通都没有点过灯，尽量要维持这样子的黑暗的环境。它真正就是一个黑暗的公园。除掉呢，把它画设安全的一个步道线出来，这样子的话会提升在场地的安全。合欢山的暗空公园是台湾头一座、亚洲第3座通过 IDA 认证的暗空公园。天文专家讲，合欢山观星的光害经由暗空公园推动慢慢改善，希望来观星的民众也共同来守护暗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的古迹甲历史建筑，拢总有111搭。为着要互历史建筑兼顾着保存甲活化功能，文化局也积极推动文化观光。针对着历史建筑的修复预算，对100确诊年6000多万，增加到今年的3亿多。伫咧桃园市区的77艺文顶，演过是日本时代警察的宿舍，旁远真侪年，经过改造活化了后，美丽日本式建筑，毋但变做一个真情的景点，嘛充满艺文的风气，甲好食的料理。这一只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就是在日治时期，当房子盖好以后，它会在一个最高处立一个碑文，把它的纪念全部写在上面。根据文化局的资料，桃园的古迹甲历史建筑，拢总有111个所在，除了日本式的宿舍，还佫有眷村建筑、原住民历史设施、军事设施、传统客家厝甲庙等等。文化局真积极伫咧推动历史建筑的活化，希望甲这个点串联起来，推动文化观光。古迹历建的修复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人不能活在没有记忆跟没有历史的一个空间里头，所以任何一个城市的一个城市空间一定要有过去，当然也要有未来。文化局表示，中央政策各部会拢是文化部，地方各局处拢是文化局。桃园针对历史建筑的修复预算，为107年6700万，108年2亿2000万，到今年欠关到3亿3000万。过程会考虑到无共建筑原本的历史背景，加做活化利用的方向甲定位。记者综合报道。讲台语长调时，这几年台语文化长咧复兴，意识也开始加悬，也开始出现侪侪台语创作。唔但官方连民间也拢开始出现真侪教学资源，也希望讲对台语有心的人，咱做伙来拍拼，戏爱大平，正人看。你感觉你这个月内底，你对你的生活是满意无？本业是心理师的高学家，伫做工课时会接触到年岁大的患者，发觉语言的沟通真重要，所以开始学习找讲台语的机会。但是等去厝内，阿嬷却感觉伊讲话有一个腔，落声、入声，迄讲起来怪怪。啊，有当时啊，系甲华语嘿难做伙安尼。
国民政府自1950年来台湾了后，实施限制语言的政策，让台湾各族群的母语严重受影响。有人因为顶一辈防限制语言，嘛影响到囝儿时世使用语言的习惯。我以前真爱看歌戏，所以细汉的时阵拢是讲台语看歌戏。也毋过落尾要去上国小的时阵，爸爸妈妈就禁止我讲台语，因为伊感觉讲若是讲台语会影响到讲华语安尼。即马少年的人讲的台湾话，甲阿公阿嬷甚至搁较侪个长辈无共，除了自然的语言的一代一代的变化以外，搁有一个足大影响，就是华语。即部分就较歹讲是自然的改变安尼。现主时本土语言开始受到重视，若是要写台语，愈来愈侪人会开始使用台文或者是台罗，伫共番之间嘛产生好的效果。我看我有一个面册的朋友，伊写这物件看起来敢台语，但是我看无，所以我才想要去学。柯君豪用1个月时间整理分类伫网络查到的教学网站，和有需要民众买当有效率学习。大家网站拢会去看，看我对于我一个初学者来讲，要学台文，不管是汉字还是罗马字，都是一个网站较实用，对初学者较 user friendly 安尼。这就是我伫我的部落格顶悬整理的台语的学习资源，看病咧用的台语，还是歌册、歌谣甲念歌，对于咱台湾的台语文化真重要的物件。台语名的抄册拢会使伫遮找到。大家有这个意志，有想要学，这是足重要的。过来当然，这个科技的发展会互大家加足方便的。现在学习台语的方式多元，有来自无共专业背景的民众做伙为台语打拼，学习的气氛愈来愈热，对语言的推广甲保存嘛拢有真大的帮助。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张学水台北报道。住伫咧台湾的新移民是愈来愈多，一寡新移民离开故乡来到台湾是地头青疏。政府真侪照顾新住民的政策当中，其中一项就是台语的见习班，透过语言的学习，互生活沟通无问题，也会当熟悉到台湾文化。学生认真对台顶的老师一字一句咧练习，不过真足看，因拢是来自无共国家的民众。朋友到你的家里拿水果出来，这一家就是 you and 随便，对，随便你高兴吃，as you wish 啊。学生有为东南亚国家来的，嘛有美洲国家，老师用流利的英语、华语和台语透南咧讲，上课气氛活泼佮趣味。很多水果，西瓜、捧果。干嘛？这种就是个别的一些水果，应该是说印象最深刻就是学到那个搞炸，然后就是隔天就可以跟我太太阿公可以打招呼说搞炸。树林区公所为10多年前开始举办各种辅导新住民的生活课程，即个透过教学新住民日常生活中接听到的台语，也佮有会用到的沟通技巧，互因会当较紧适应伫台湾的生活。伫咧台湾生活，其实咱的台语嘛是真重要的沟通的工具，所以互阮就规划这个闽南语的课程。阮树林吼，其实大家知影，阮像咧写就是一个较特别的所在。我遐的新住民的人嘛真济，若遐老大人较济嘛，讲台语可能会较方便啦。为着了解国内新住民的需求，教育部去年嘛特别进行语言学习调查，除了台语班，嘛有开客语班。树林区公所嘛表示，这几年举办落来，发现袂少新住民拢讲真正足介意伫台湾的生活，嘛会使感受到新住民对台湾的感情。记者杨淑晴、高宗仁台北报道。观众朋友，咱也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3度；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近的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大家拢知影我的四界算嘛，真爱出国。咱今仔日要绍介就是去外国，早回转来国内卖走水。走水汉字写做走水，罗马字写做子奥走，子尾水。走甲水拢是第二条。台湾是海洋国家，四边拢是海。自古以来，国际贸易就一直真加野，加野就是生意真好的意思啦。走水甲走私拢是甲货为外国再入来国内卖，不过两种方式无啥相同。走私是违法的，有时较大尾的。可能就会甲海产挂钩。若走水，就是过去有一寡人会靠因特殊的背景关系，去国外买物件转来卖，因为毋是透过正式的进口程序，通常量会较少，有时嘛会软法如芳，毋免扣税，计数加真俗。透过走水买回来的物件叫做水货，也是走货。靠走水赚钱的人叫做走水客，也是走水贩仔。来哦来哦，要买手巾仔就来遮紧，遮的货绝对上头顶。姊啊，你唔通搁伫遐变，水敢唔知影要安怎敬心？这吼1000唔免。3条算你500就好。过去国际上交通也无遐利便，想要用水货，拢得去港口附近的委托行。当穿的时要未开门吼，外口就摆几排啊，生意是真好呢。不过即马出国真方便。真侪人拢会家己走一抓，也是拜托拄好要出国的亲戚朋友，斗炸物件转来，委托行就渐渐啊无人去交关啊。溜、走水、加野、走私、扣税、水货、走水客、委托行。那麻烦别人载物件转来，一两行啊细项的就好，才袂互亲戚朋友吼更加皮皮喘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喂，乌生，你敢是明仔载要出国啊？嘿，我要吼，麻烦你甲我买吼，香水、胃药啊、保养品、牛奶粉啊，还有吹风机，嘿。还有电视机、冰箱。